后来，这个美国甲台湾的互动来升级，美军 ODA 特战分队到屏东潮州的空港场，协助咱的陆军高空特种部队来做训练。美军特战第一中队捌伫网络顶铺 X 人摄影片进行国际宣传，使用的就是美军和国军共同操演的画面。最近因真低调来到台湾为陆军特勤进行协训。来到屏东潮州的空港场，几啊批伞兵用军力式跳伞对天顶跳落来。军事要听到这个消息，拢找专业的镜头要来翕相。我刚好有就是拍很多那个跳伞的，有时候连拍的话，一次拍起来就是有时候上千张了。我觉得很厉害，因为他们国军训练的真的是很棒。根据了解，ODA 特战分队俗称阿尔法小队是美军特种部队之一，当年伫日本的 Okinawa， 台北双方逐年举行一两摆到台湾和三军的特战部队实施共同训练。最近辅导陆军高空特种勤务中队嘛，就是俗称的梁山部队，因伫屏东的内部乡实施空中、山地、水域的特战协训。跳伞的着陆点都很精确哦，当然整个风向的那个操作也好哈，在国军的训练上哦都提升了很多。这摆美军 ODA 特战部队辅导国军协训，搁一摆显示台湾伫亚太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，搁有台美关系之间良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